因为有主你会听，我会当伫你的大环境的中间来徛在，继续敬拜学老。每一摆阮学老你的时，敬拜你的时，阮就对你遐得到快乐，得到勇气，得到信心，得到盼望。恳求主你今仔日信心继续，今天阮所献的一切，毋但针对阮家己，也针对兄弟姊妹本身的快乐甲盼望，互阮会当借着基督的疼，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程，愿一切荣光归于你。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兄弟姊妹平安。每一日拢是上帝所赐好的日，特别是主日，咱要敬拜而乐。世间有真多起起落落的事，发生真多互咱艰难的事，还佫上帝赏赐咱安静的灵伫伊的内面，互咱通倚靠，互咱通自在。咱来看圣诗21首 A 调，上帝真正是我上帝。几个所在的歌词，请咱注意哈。第2节第3节是第3节第2节，骨切毋是骨髓哦，骨切油脂，油脂虽然好食，毋达伊温的好。过来，亲第2节的顶关节。亲像抗旱艰难，是无？亲像抗旱艰难，请咱注意。来，咱来吟第1节、第3节、第4节，1、3、4。来，请。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念每话得过，一万年久无离。第3节，上帝降阮，予我教业，我喙应该学路。骨切油脂虽然好食，毋达伊温的好。第4节。民间道成民望纪念，上帝听通慈悲，上帝心的我稳当点，安稳主才欢喜。咱过来看一首453。452首，上帝听通太话遐大。吟第1节甲第4节就好。来，请上帝听通太话遐大，欢喜喜乐予我，敬我秘密相看的人，予我甲你温暖，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靠为地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地交给这个时辰。
愿上帝怜悯阮，赐予阮，互伊的面照光阮，互世间知伊的道路，万国中知伊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治理地上的万国。咱即马三甲来吟信诗21首 A 调，信诗21首 A 调。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会众起立。上帝真正是我上帝，盼早我要做伊，思想少年微的过，只望你不无你。我心盼望上帝的恩，亲像光寒冷冷，爱你我的父亲起阮，最落山河暗藏。上帝降阮好我到这，我虽应该无路，不只有一水的无照，不该伊阮的路。对面多存的光明，上帝听我主意，上帝是个我阮当听，万物主宰我意。咱犹原徛立，用许多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用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教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我们启应的是启文第3篇，诗篇第8篇，启文第3篇。我来刻，大家来吟。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怪大，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顶、天里。你因为你的对着的缘故，对婴仔甲正年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着甲好安的情情，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拜的一家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眷顾伊。你好比伊天使里亚卡斯，搁想使伊阳光春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的脚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内鱼，甲见若经过海年的路的。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怀大。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感谢你，佮顾守阮过去一礼拜的时间。今日是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日，互阮的性命通结连伫你。求你帮助阮做好每一礼拜逐项事的规划，
主动阮来参加聚会的代志，互阮会分别为圣来亲近你。因为你是监察人生意念的上帝，伫你的眼前，阮无妥协的所在。你要阮心实来看家己的所做，用你教示的话来提醒阮家己，免得阮因为失错来得罪你。求你帮助阮明白你的律例，用性命来回应你的呼召。借着你来结出丰盛的果子，因为你是阮性命的引带者，面对试炼的时有够野的气力，靠着你的话来坚固，阮就无摇动。伫生活中荣光你的性命，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学乐圣歌队所要学乐的诗歌是《只有基督》。
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哥林多的批后书第5章第11节甲第15节。哥林多的批后书第5章第11节甲第15节。今日主报后面嘛有今日的经文，我来读，大家来看。11节，所以阮既然知主的通行位，就可劝人。若是阮已经显明伫上帝，我嘛仰望有显明伫恁的良心。我毋是家己对恁证明，就是互恁为着阮有通夸口的所在，通应遐个照外貌无照内心夸口的人。因为阮若讲是为着上帝，若自在是为着恁。因为基督的疼痛催逼阮，是阮想。一人对正人死，就是正人死；佮因对正人死，是要互遐佮活的人以后无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对因死来活，佮来佮活的。圣经读到遮，讲道，请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基督的疼。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主基督的宝血赎回阮，打阮赎你，你也赎阮。因为即款的疼，互阮得时必得时，拢会当敬拜学老，拢会当伫你的大权能的圣手继续徛在。因为主你坚固阮，安慰阮，也扶持阮。互阮充满信心甲仰望，恳求主你圣神悠然运行伫阮的中间，互今仔日无论是听还是讲的，拢对你得到利益。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今仔时的人吼，无手机拢毋敢出门，因为侪人可以没有带钱包，但是不能没有带手机吼。手机已经是现代人生活中真重要的一个物件。伫过去，若有出门，咱要联络的时阵，爱找什么？电话是公用电话啦，吼。这边应该都有进去过，没有进去过公用电话亭的，请亚秋我看一下好无？好，我若等一下在华语堂，可能很多人都会举手，没有进去过公用电话亭哈。第一支手机啊，是在1973年，1973年，已经50年咯，从我们即马2023年50年前，第一支手机啊开始有，迄当阵的手机啊，阁足大机的，所以当阵叫做大哥大，大机阁贵。大机阁贵，当然即摆的手机嘛袂俗啦，总是足大机的吼。一直到1995年、96年，大概是1990年代中期，要我进行21世纪迄当阵开始普及，就是手机慢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较可以一手，就是很比较灵巧一点。时代在进步，手机甲网络的使用，即马的手机毋但方便联络，阁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是啥物？翕相，翕相。即几年手机有一种真特别的翕相的时阵原来翕相阁无够遐手机有一种真为着翕相来有一种 APP， 它叫做滤镜啦它其实有一个滤镜的效果，过滤的滤，镜头的镜，滤镜的效果。这种特别为着翕相的这种滤镜的效果咧，互一寡爱使用手机翕相的人感觉是如虎添翼啊。若是透过这种滤镜的效果，会当安怎？会当做出真侪无同款的，比如讲你爱复古风，它就可以有复古风；你要有新潮就有新潮。好，你要黑白的，也可以拍成黑白的那种复古，或者是强调一些近距离的特写，然后背面的后面的背景就会模安呢，会有一些很多的效果出来。
毋过伫遮尔侪迄落翕相，为着翕相的功能，开始这个软体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咱会感觉讲，咱看到即张相片，毋知大家会想讲，毋知真还是假？敢有影安尼？即个人敢有影遮尔啊水，拢无摇，拢面拢袂摇啦，吼，都没有皱纹，吼，啊，搁安尼气色真好。吼，毋知是真的还是假吼，就是即摆讲做美肌效果，吼，就是美肌啦，吼，美容肌肤的美肌效果，吼，即摆手机的迄个翕相的功能有很多这种效果，所以这个美肌效果使用普遍来看呢，就会互人安怎？有时会互人感觉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看到这个人就真水啊！啊，见面的时阵，哎哟，哪会安尼？吼，哪会和迄个相片看拢无共啊？吼，啊，即个所在哦，翕相翕甲足水的，总是人真正到迄位的时阵，爱边哪会嘛无遐尼水？吼，像之前捌听蓝眼睛，吼，那澎湖还是马祖，吼，哈，马祖，吼，有那蓝眼睛。哦，大家翕相啊，翕相那个效果，毋知是毋是有用迄个相机的那个效果吼？哦，迄蓝眼睛偌水愈偌水咧，啊，有人就看到遮尔啊水，就走去特别就走去遐观光遐去遐看。结果有个人转来讲啊，嘛无遐尼水啦吼，无相片翕甲安尼。哦，所以这是在人的吼，这无一定，就是会让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滤镜的效果，这个滤镜会互咱甲真实的情形愈离愈远，还是互咱会想讲搁较近我。圣经的作者那亲像是一个滤镜，咱看圣经遐所写圣经遐的作者，就亲像是一个滤镜，咱就是透过作者的记录。透过作者的记载，当然也有信心伫咱的内面啦吼，去思考上帝的意念甲道路。现在咱就要透过保罗的这个滤镜来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今仔日个经文11节、12节，咱来看11节、12节，伊讲，所以阮既然知主会通行位，就可劝人，但是阮已经显明伫上帝。我也仰望有显明伫恁的良心。我毋是搁家己对恁证明，就是互恁为着我有通夸口的所在，通应遐个照外貌无照内心夸口的人。顶书时有讲到哥林多教会内面的冲突，主要是针对保罗，伊到底是怎样的人？伊即个人敢有值得大家信心？伊所传的福音到底是真还是假？保罗伫遮甲大家劝勉、苦劝，就用敬畏、通敬畏，因为咱的主是通敬畏的，所以咱就用敬畏的心去看上帝所差派的仆人。因为上帝是通敬畏的，保罗就伫遮大家来解说讲，伫过去，伊还未拄着国外耶稣的时阵，确实，伊是用律法的滤镜在看世界。伫过去还未碰到国外的耶稣的时阵，保罗他就是用世界的滤镜在看。总是呢，伊表面上是一个，就是伊表面上就是一个真严肃、完全无认真味的律法教师，佫是残忍迫害基督徒的人。总是现在已经拄着国外耶稣的保罗，无佫是过去迄个保罗。伊将伊律法的滤镜剃淡掉，他戴上了基督的滤镜，他戴上了基督的滤镜，伊将过去迄种伫律法下面的成就拢当作是涂粉啊！伊将遐个那亲像是用律法的滤镜所翕的、所记录的影片，完全拢甲伊删除，就像我们拍照。录影片，很多时候我们在拍照那个当下、录影的那个当下，会觉得这个照片、这个影像
非常的好，要保留下来。保罗进前嘛是安尼，伊感觉伊过去所翕的、所记录的、所做的、所经历的遐，拢是足好的，完全保留落来。总是当伊碰到、拄到国外的基督的时阵，伊将遐的所有的通通删除。我想我们有删除照片的一个经验，就会知道说啊，有些照片真的很不舍得把它删掉，因为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宝贵。总是保罗等于拄到国外基督的时阵，他完全没有疑惑，过去的那一些全部删掉，拢总 delete。伊的改变是这么大，所以互伊边仔人拢看拢无，看伊无啦。侪人就开始对伊有真大的意见，总是因为基督的疼，保罗伊愿意忍受这一切，别人对伊的误解。保罗就伫遮苦劝哥林多的圣徒，就用敬畏的心来重新认捌伊。伊犹原是迄个保罗，伊犹原是迄个疼上帝的保罗，不过是伊过去是高举律法的保罗，总是伊现在是高举基督的保罗。所以保罗才会讲第13节，今仔日这个经文13节讲，因为我若讲，是为着上帝，若主宰是为着恁。我若讲，这个讲是热讲啦，狂热、癫狂、热讲。伊讲我若热讲啊，是为着上帝，若是主宰、清醒、冷静，是为着恁。热讲是啥物意思？热讲大家拢真了解，热讲就是咱人对某一项事物，迄就是某一个人有特别的热情，迄个热情、迄个热心吼，已经到一个程度，互人无法度理解。少年人拢有一句少年人他知影，就铁粉啊，好，铁粉在追星嘛，都有铁粉哦，铁粉都会捍卫他们的那个明星啊什么的哈，那种铁粉，我们有时候很难了解，就怕的理解哦，铁粉可以铁到这样程度吼，会当追星追到这种程度，总是因的热讲啊，就是这是他们的热情。保罗甲伊的同工话，因为耶稣基督这么热讲，是因为伊感觉伊伫过去已经浪费上多时间伫遐个完全无意义的代志。虽然伫即个时阵，伊有为着人对伊的误解来做解说，总是伊实在是无想要等到大家拢会当理解，伊才开始为主热讲。因为坦白讲，耶稣伫保罗身上所做的遐一切，伊的悔改、伊的痛悔、伊的感受，伊对基督这么大的疼，伊的这的一切，无人会当理解，除非伊家己本身，除非伊家己本身无人会当理解，伊是安怎爱这么啊热讲。无人会当看透上帝伫人身上的作为。既然咱对上帝的智慧甲作为无法度看透、无法度理解，就必须心存敬畏。毋过，咱也有发现，当咱在为主热讲、大发热心去服侍的时阵，有时也免不了会受到亲人朋友的阻挡。伫迄当阵，咱减着为遐个未明白的人冷静停落来。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伫10岁时，带父母上耶路撒冷去过半过节。守节期满，因一群人要转去因的故乡拿撒勒。少年耶稣12岁，却为着伊的爸上帝热讲，伊留踮伫圣殿内面，甲一群经学教师在讨论圣经。伊理所当然爱掠伊的爸上帝的代志最重要。毋过，伫世间的父母约瑟甲玛利亚，伫迄当阵无法度理解，因外头转去找无耶稣啊，外头转去到伫圣殿找着伊的时阵，
你伫遮一个囡仔伫遮含遮的经学教师伫遮，你是咧创啥？伊的爸母，伊伫世间的爸母，肉身的爸母无法度理解。迄当阵只有11岁耶稣郭不忠，只好为着伊伫世间爸母来清醒，来冷静落来，带因转去。直到伊30岁，才开始伊的爸为着伊的爸上帝来热光服侍，甚至最后是死伫十字架顶。牧师着回想我20年前初信耶稣的时阵，我也为主热光。三不五时啊，就带两个迄当阵要5、6岁的囡仔去教会参加做聚会。查经祈祷会、圣歌队、敬拜团，所有的团课，只要是我能参加的，我基本上拢带2个囡仔去参加。当时我还未信主的老爸牧师讲，甲一寡家族内面的人，完全看无我是咧创啥，就甲我口说讲，既然有时间去教会，那有去趁钱斗趁钱。无人知影，当时的我，逐工所过日子，亲像是在啉白滚水，就亲像是一丛强要担起高大的树。甚至其实，迄当阵连我家己本身我也无发觉，我已经遐尔高大，直到拄着耶稣。就伫我对即个信仰还毋知头毋知尾的时，主耶稣就将我即丛强要高大的树刷到溪水边，互我会通透过借着遮的智慧来吸收生命的活水。迄当阵我实在是为主热光，然后甚至到37岁的时阵，因为上帝呼召，我就决定爱有第3个囝，就是慈爱。这个见证我也曾经分享过。等到我真正有怀孕、有生了后，我犹原继续为主热光，骑奥多摆、拍走去服侍，去做的学校讲故事。迄当阵在当彩虹妈妈，做生命教育。迄当阵毋是因为我有少年有体力，也毋是因为我伫厝里无代志做。我想家庭主妇若是有踮伫厝就知影，家事是永远做不完的啦。家事永远做不完。迄当阵伊个牧师搁咧上班的时候，伊定来讲，好你嘛足无闲的呢，早起服侍，下晡厝内的代志，暗时搁带2个囡仔。伊讲伊上班搁会当喝下午茶啦，我讲我嘛足兴盛的，我足想要喝下午茶的。总是我下午拢嘛含2个囝安尼冷糊安尼暗时就去教会参与聚会，我规工就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啦我会安尼热光，拢是因为基督的疼催逼我。14节、15节讲，因为基督的疼催逼阮是阮想一人替众人死，就是众人死。佮伊替众人死，是要互遮的活的人以后无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替因死来佮活的基督来活。咱伫世上的日子会真惯习用世界的滤镜来看彼此。我们很习惯，很容易用世界的滤镜来看彼此。咱毋茫为何咱对家己，或者是对别人，会当搁较满意？我们都希望别人对自己更加的满意，更加的满意，所以才会有美肌嘛，才有美肌。伫这里追溯伫人的期待的中间，真有可能会开始对原本的家己不满。安怎呢？美肌用久了，咱都知影。你美肌用习惯，你突然不用美肌，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呦，我还是用一个美肌好啊。就化妆化习惯的人，常常无化妆，有的人毋敢出门嘞。意思是，
赶快是这个意思。吼，有的人真惊，有的人真惊，也毋敢面对真实的家己。但保罗因为基督的疼，将家己过去当作是已经死，已经甲耶稣做伙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也甲耶稣做伙台伫对面。毋过，亲像耶稣伫受钉死以后第3日又有搁活，保罗也无因为家己过去遐尼伊所看袂起的遐个过去，就陷入一种哀怨落魄的情形。他没有让自己消沉太久，他没有让自己因着自己的过去种种那一些很不堪的。他没有让自己消沉太久，基督的疼催逼伊，互伊对未来大有盼望。当伊活的，无过是为着家己在活，是为着基督在活。咱今仔日圣歌队所献诗的歌词讲，伫上头前讲，只有基督赐我盼望，是我亮光，是我力量。这厝较少，坚固石板。互我稳过风台酷花，平安疼痛，极轻极悬，无搁惊吓，无搁哀怨。我想这嘛是使徒保罗伫迄当阵伊的心，基督的疼，互保罗勇敢，互保罗熬吞忍。基督的疼，互保罗愿意忍受软骂，忍受教会的乱象。甚至忍受伊家己本身的软弱，因为保罗也是一位有限的人，就算讲伊有带着基督的滤镜，总是也有软弱的时阵。亲像伊伫罗马人书内面，伊也有写讲：我无明白家己所做，因为我爱做无去做，我无爱做颠倒去做。伊也讲：我即个人实在是有够凄惨的啦！是安怎？我爱做无去做，我无爱做颠倒去做。伊也伫遐讲，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即个地到死的身躯啊？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认捌伊，主耶稣深知伊是何等的人，伊是什么款的人。耶稣袂将保罗担袂起的担放伫伊的心上。伊深知保罗的信心经过试炼了后，一定会达到完全、搁完整，并且会得到性命的免流。事实也证明耶稣的讲讲是对的。保罗伫提摩太后书有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前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条所信的道理。事实上，无人会真正完全认捌家己、了解家己。无人会完全认捌家己、了解家己。有时咱在选物件的时阵吼，选来选去吼，有时啊，毋知大家应该拢有即个经验。我毋知要选黑还是选白，毋知要食甜还是食咸的，毋知爱食烧的还是冷的。衫櫥拍开，毋知要穿倒一领。选择性障碍，有时啊，咱拢有某部分的选择性障碍啦，就是咱对家己其实无法度完全了解。只有耶稣基督才会当真正认捌咱，只有耶稣才深知咱会当担偌重的担。只有耶稣深知咱有偌侪气力，还未发挥出来。基督的疼对咱所有人来讲是一份真大的礼物，因为基督的疼，咱发现疼的本质，爱的本质不是占有，爱的本质不是要拥有什么，而是牺牲。疼的本质是牺牲啊！耶稣甘愿为着咱来牺牲，为着咱的罪过来死，伊疼咱到安尼。
耶稣从来袂控制强迫咱选择相信伊、跟缀伊。伊甚至是愿意伫咱还毋捌伊的时阵，还阁用其他的生命来替换伊的时，伊就愿意为咱来死。伫咱中间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遮个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一定无法度理解，也无法度想象咱基督徒是安怎会为主热光。是安怎爱为着下当为着教会，为着这个信仰做到这个程度？有的人毋捌行走，毋捌伫灶骹煮食，总是却会当为着基督的疼，愿意准备教会爱餐。好，有人从来不下厨，不进厨房，听说甚至于削个苹果、萝卜都从来没有的，但是愿意为了爱餐，愿意进厨房。前几天我看到80几岁天福兄，伊特别挑工找时间来录迄个爱餐的迄个大煮饭的迄个大鼎，煮饭吼，迄个大骹的，伊挑工找时间来录足久的。我看了足感动，因为基督的疼，互伊甘愿安尼。有人规身躯破病，不论是急性的、慢性的，规组害了，总是却会当为着基督的疼来继续服侍。有的人的生活毋是遐尔啊好食，总是却会当为着基督的疼。伊甘愿做任何的奉献，所着做的奉献，亲像寡妇的2个钱。牧师也捌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已经退休啊。这位退休牧师，伊正在受上帝呼召的时阵，已经50几岁。上帝调伊去做专职的传道师，爱去神学院去读神学院，迄当初伊搁一年，就会当退休，就是可以领到退休金啦。他的年资伫迄当阵，他只差1年就可以领到退休金。总是因为基督的疼催逼伊啊，互伊无法度搁继续等落去啊，伊就将后路辞掉去读神学院。有无彩无？足无彩，总是伊却愿意为着基督的疼来放弃遐一切。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一定看拢无啊，一定拢看拢无，你是头壳歹去哦。咱到底看拢无讲，咱到底是咧搬倒一寸？身体已经遮尔啊衰烂啊，毛病遮一大堆，搁要去做这做迄？因一定看拢无，总是基督的疼催逼咱，在人来看实在是热光，甚至是无有任何理性的这的行为，拢是因为基督的疼。总是只有咱家己知，咱会当有现在，会当活出一个互家己感觉满意、有价值，阁会当荣光主的这个性命，拢是因为基督的疼。兄弟姊妹，你若是还未信主，就知你所听迄位基督徒，基督伫伊的性命的分量，是无有任何的事物通替换。你若要爱伊的全部，就爱去认捌耶稣，亲近即位会互伊热光的耶稣。总是你若是一位基督徒，却无法度为着基督的疼来热光的时阵，牧师伫遮考劝你，恁着爱立志，将世界的滤镜去淡掉。你爱将世界遐一切当作是土粉啊！你爱亲像保罗遮尔啊热心为主，
要把世界的滤镜拔掉，换上基督的滤镜。当然有可能咱基督徒做久了后，可能咱原本基督的滤镜带甲好势。总是世界有遮尔多引诱，有可能咱有时啊可能已经袂记的。我们可能早就把基督的滤镜拿掉，又把世界的滤镜重新带起来。咱对基督的热狂，若是无超过对世界的热狂，咱爱忏悔，咱爱伫主面前来悔改认罪。牧师的爸母虽然一开始，因伫我受洗礼一开始初信的时阵，看拢无我是伫咧做在热狂啥物，逐工咧走教会，毋知咧走啥物创啥。对我的所做有真侪意见，总是因就是安尼，伫我一路为着主耶稣热狂的即个过程的中间，因陆续受洗，成做基督徒。牧师妈伫我受洗了后6年了后，伊受洗成做基督徒。牧师讲，伫临终暗后进前迄段充满稳定的日子，我想这是咱建成教会大家拢会当见证的。牧师妈对认捌耶稣以后，大家看伊就知，逐工笑嘻嘻啊！当基督个听吹逼咱，无搁为家己，独独是为着基督来活的时，这一切拢是为着什么？拢是要互遐个所有咱所关心、疼惜的人，会当因为咱对主基督的热狂，来得到基督的疼。因为因看咱性命安尼，原来这个主是遮尔啊，值得咱来亲近。因起初可能会看较奇怪，总是看到落尾嘛，看到因拜的即个上帝，即个耶稣，可能有影有迄个价值哦，无我来认捌看卖，我来听看卖，看教会来看来教会看卖，到底教会是咧做啥物安尼？只有基督的疼，才会当互咱彼此心的距离会当哪来哪近我，所有的理解、误解，拢会当渐渐来理解。只有基督的疼，才会当将咱内心种种的冲突、不安来消扬。只有基督的疼，才会当互咱有圆满的平安。咱当心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无限的疼，牺牲圣子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拯救，佮互阮通脱离即世界种种的虚假甲乱象，进入主基督为阮所备办的美好甲真实。但愿主基督的疼催逼阮，互阮继续为主热狂，互主你所托付互阮的灵魂，拢会当甲阮做伙经历基督的疼。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信诗452首，信诗452首。上帝疼痛太话遐大，请会众起立。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
坐。奉献，阮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唱奉献诗。请坐。公道，咱请掀开酒部来呀。公道事项。教会意向，新传正信徒万民皆做事。咱读经祈祷，为心服侍，彼此相疼。第一点，阮为着愿基督会疼，随便阮，互阮会继续为主立功。我伫主的关灵，见证主耶稣是疼。第二点，阮为着肢体咧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胡义梅、杜昭、陈秀龙、赖胜雄、陈义立、林以诺、洪英哲、孙兆正，以及在复健中的刘慧忠、李碧莲、林美金、李念之、史凯华。以及在化疗治疗的黄静茹、陈怡君、李雅娜，以及脚底受伤的赖清光。第三点，我们为了以巴战火尽快平息，以及难民的安置，以及人道救援的及时到位，阮嘛为着11月12号的福音主日音乐甲见证的备办来祈祷。咱即马同心开声来祈祷。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你来祈祷。阮将别人的需要当作家己的共款，专心交托予你，因为你的恩典甲怜悯拢无离开阮，伫患难中拢有你的同在甲帮助。亲爱的主，你赏赐教义的恩典予阮，予阮通享受你美好的陪伴。主耶稣，求你赐予阮有信心来面对未来，相信你已经陪伴一切阮的需要。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丰盛，帮助阮伫世间中所有的代志，知影拢是你为阮安排的道路。愿你的光赶走阮心灵的黑暗。愿你的疼引带阮赢过悲伤绝望，嘛愿你的应允充满伫阮的生命当中，互阮有勇气一世人来跟随你。最后，我嘛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袂你带阮入地市，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要报告进前。有新的朋友甲足久无来的，阮来介绍一个。有足久无看的卢雪英姐妹，然后拍拍啊一个。然后还有老会友，这个我念着拍谁？张扬夫是吗？有念错吗？跟高树娇会友，我们欢迎他。以及今天要来，他们年轻是在建成结婚的啦。哦。对，然后还有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是林慧玲，我们请她挥挥手。好，然后教会消息第一点，10月16号拜一，就是明仔载下晡4点。教会要消毒，然后17号是教会是无开放的。第二点，10月21号的礼拜六下晡4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三点，10月22号举行本年度第5届的圣礼典，请要受洗跟圣礼。甲会籍转入的向牧师报名。第4点，下主日10月22号要庆祝重阳敬老节，那教会会以往例就是年满70岁以上的会有一份敬老金，那已经公布在公布栏，有错的请跟干事更正。第5点，2023年的8月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大家来看。第6点，2024年的爱餐认线已经开始，那一个单位是3000，那每周开放2个单位，那请要认线的到1楼登记。团契消息，11月4号礼拜六，双年团契举办秋季一日旅游，地点在宜兰，报名费是1200，那要报名的请向美玲会长报名。啊，奉献明显，阮大家看，有毋对的，到1楼甲干事跟进。上映信息513首，信息513首，请会众起立。
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催逼甲感动，互恁为主的热光较赢世界。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密道闭会。